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老台语叙述台语社的阿关。咱今仔日即个台语家庭伫厝主二，真欢迎大家来做伙讨论即个议题。咱即个主办单位吼，就是台文通信30档线顶读者联谊会，个老台语叙述台语社，咱即马着请迄个。梁光兄来讲几句话，多谢。大家熬早我遮是透早7点大家暗安可能是即个澳洲的朋友遐，大家午安我是郑良光30年前呢，阮伫洛杉矶创办一个安尼宝宝八页的通信讲要来传承即个台语文的火种。迄阵足侪朋友拢笑阮这戆人啦想袂到讲30档还阁活咧。伫2档前伫洛杉矶阁办一场23届的世界台语文化营。迄个文化营可能有较特别，是伫国外办所以有袂少台湾的少年人来其中迄个夏米就讲来啊，恁遮台湾的这海外台湾人的这台语文的历史毋着爱写落来，无这少年拢毋知影。迄阵我是想讲，哇，这过遮久要这伤大的工程迄阵要参加迄个会的人嘛足济无时间通讨论所以这代志我就从袂记想袂到差不多年初，差不多顶年尾夏米过来讲无咱来办一份，来迄个编一份台文通信30档的纪念特刊啦。当时我实在是嘛讲安尼无讲足安尼要义啦我迄阵的想法就是想讲，咱先踮线顶来办一个即个读册会大家有安尼联络安尼检采较实在嘛会当讲原来咧编即个特刊的时阵原来安尼较招较侪人来参与啦所以即个特刊就是为安尼来啦我感想是讲，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咱北美则较早开始所以伫美国遮像讲咱教会聚会、查经是讲囡仔，甚至囡仔咧读册伫线顶拢足惯势甚至连续拢同外啦所以一般的人呢，用即个视讯的软体咧开会咧办社交交易会愈来愈流行啦所以我会想讲，即摆社区的观念检采是改啦过去咱讲咱的厝边可能是住伫隔壁，是共生的共理的即摆社区的观念可能是使用共款的语言文化的遮的人所以今仔日真欢喜咱即个台文通信读者联谊会为即个咱今年初开始到这时9月已经9个外月毋知几遍无甲统计所以而且安尼甲大家做一个开头一个安尼好，安尼我就甲时间交转去互主持人。多谢梁光兄咱即个活动呢，其实背后阁有咱的台文通信的前总编辑秀婉姊大家拢来帮咱开门，阁帮咱录影安尼真多谢，阁有咱的单位老师吴医师，台湾文学家安尼。好，咱即马今仔日呢，真感谢着咱的面诊，就是迄个伫咱台中的假日野餐召集人，愿意来咱斗主持。咱即马时间就交互面诊，多谢。好，大家好，有听到敢有听到我的声？有好，我是头一届主持会议啦，有小可紧张，若有无注意到的所在，则阁麻烦提醒一下。我简单介绍，就是我正住伫咧台中，
旧年开始，阮每个月有办假日的野餐，因为即马武汉肺炎的关系，就先暂停啊。等疫情较稳定的时阵，才过来停办。煞落来，今仔日的会议的主题，台语家庭伫厝自学。小等下，咱邀请今仔日的三位来宾来分享因的台语的自学的故事。分享的顺序，咱就照名单顶面的顺序轮落来。第一位是辛拉拉，第二位是陈英如，第三位是王美书。每一位分享的时间是20分钟，剩5分钟的时阵，我会甲恁提醒。观众若有问题，会当先甲问题写伫咧正手边下底开讲室，也是等三位来宾拢分享结束了后，才搁举手来提问。会议按算伫咧台湾的时间11点半来结束，若无惊台湾这边的时间会拖头晚。即马就将咱的时间交互第一位的来宾辛拉拉。好 ，OK， 我迄落，迄个视讯可能会断去，因为网络敢若无啥有够。好，我开始讲啊，就是大家好，我是拉拉，我是对囡仔讲台语的管理员，多谢阿管有邀请我来甲大家分享阮兜自学的状况。虽然讲，阮是有申请自学啦，毋过其实阮无啥伫咧教囝，毋过嘛是会使互大家参考，讲阮用真低的成本，嘛毋免啥物条件，就会当做私人教育的部分。安尼就是互大家袂感觉讲自学足困难的啊。若是囡仔有意愿啦，咱大家拢会当试看卖安尼。阮兜是有3个囡仔，即马是大汉的，小岁迄个伫咧自学，阮已经自学1年啊，即马囡仔是2年的。当初就是就是自学嘛是爱挂学籍是挂伫咧台北市。因为迄阵就听讲阮台中就是换罗秀燕上台了，就讲会较歹申请。非得讲阮的户籍一直拢囥在台北，就无按算，非得嘛无按算要去学校上课，就飞起点伫咧台北入籍安尼。一份阮申请2年就有通过。我先来讲为什么阮要自学。因为上大的原因就是阮兜的囡仔无爱去学校读册。因为伊无感觉伊家己需要读册，需要别人教伊啥物物件。阮兜的囡仔是拢无去幼稚园，毋过就是之前有陪阮去幼稚园做志工，讲台语的故事，嘛有缀幼稚园的老师去佚佗，毋过因就是足无甲迄种宏观的感觉。就是阮兜的囡仔嘛无介意人伤多的所在。甲因老爸老母共款，拢是苦活的人安尼。就是因拢会家己踮咧边仔耍家己的。定定有人会问我讲，自学的囡仔敢会无适应团体生活，还是交无朋友？其实我拢会甲因讲，就是我读册18年，其实嘛是袂关系团体生活啊。阮遮尔孤单的人去学校嘛无效啊。而且阮兜的囡仔就是细汉的时阵，若是听到别个囡仔笑，还是讲拍扑克的声，都会生气，伊感觉伊的耳仔足敏感的，所以伊去上课就是会足痛苦的。我家己就是，我家己的理由是无爱互囡仔去受迄实名的教育，因为咱家己就是读册读甲足册啊，就是读甲母语拢叛进去安尼。我实在是无愿意囡仔讲去学校，就认为讲因干那会当用华语来学物件。我伫迄个自学的申请书内底就写讲，阮台语的囡仔是需要台语的环境，用台语来读册，用台语来捌字，用台语学所有的知识，用台语来思考，佮交朋友。这一般的学校根本就无可能实现啊！而且我即马嘛，其实足无愿意甲讲华语的人讲话，因为我家己无准备好要面对学校的老师，佮有其他的家长。其实我就是认为讲学校就是民主社会上无民主的制度。咱的囡仔1到6岁到16岁，一定爱互中逼去学校。你拄着啥物老师，你就是好运气啊。若是好就好，若是无好，你嘛无伊的法度嘛。而且阮就是接送的阵较无，就是迄阵有咧考虑接送的时阵较方便的学校有
一间是听讲是足重学科诶，就是考试啥物诶拢足重要。啊，一间咧就是伊诶装卡，但是咧伊诶一年仔有3个老师，有2个会共拍，啊剩一个会甲学生侮辱，我实在是无勇气当送囡仔去。啊，平常时我是家己带3个囡仔，其实嘛接送是足无方便诶啊。啊，阮兜诶爸爸诶迄个家庭嘛甲别人无共，所以阮其实嘛足享受讲平常时出去外口无人会感觉。哎呀，啊，就是我甲阮翁嘛拢感觉讲，要学物件无一定爱去学校才学会着啊。啊，阮就安尼就是决定要来自学。哎呀，啊，就是即马我诶自学计划啊，就是即马申请自学诶人较侪，其实网络是有真侪根本会当参考。虽然讲就是写迄个申请书是足痛苦、足啰嗦诶，啊，毋过就是其实政府嘛是爱确认讲囡仔有互保护啊，确认囡仔会受教育诶权利。啊，我写报告嘛是感觉哪写哪确认家己诶想法啊，但是我迄个一开始我就写无台语学校啊，因为毋甘愿讲台语囡仔敢若会当用华语读册。望伊会使用本土语言来熟悉台湾，来建立生活经验，所以才申请自学。啊，阮是无另外去上啥物课啦，啊，师主就是敢若写爸母尔，就是迄落教学诶内容嘛是对生活开始啊，安尼申请2年就嘛是有通过。我其实写足简单诶，我设定诶科目啊有语文、数学、历史、自然、生活、创意甲运动7科。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语文诶部分主要就是罗马字嘛。我想讲囡仔至少爱会晓读会晓拍字啊。我有甲囡仔参详讲就是八岁时阵要去考台语认证安尼。啊，我嘛有去上迄落字感诶课，就是互囡仔直接对字形来捌汉字，就无一定爱讲先学其他安尼。啊，就是其实讲咱逐工囡仔伫咧路诶，看空板啊，看菜单啊，还是读册时阵，嘛是会熟悉足侪字诶，因家己会感觉着字是工具安尼。啊，其实讲我有听过，就是自学诶囡仔，有诶可能到5、6年啊，才想要开始捌字。啊，其实我袂讲紧张，讲一定爱即马就爱因教偌侪字偌侪字安尼。啊，因为我感觉就是基本诶字，一定就是生活中拢会学会着啦，所以我是袂烦恼，拢有法度熟悉安尼。啊，数学诶部分，我本来是按算讲用迄人本诶数学上诶课本，结果咧即马敢若上2科尔，因为就是我感觉迄就是爱判数啊斗阵上安尼。我是观察阮兜诶囡仔对钱最有兴趣诶，我就会请伊去买物件，去算钱，去比价。就是譬如讲2，你买一盒是39箍，啊，你买5粒是20箍，安尼倒一个较俗安尼。啊，因家己其实算甲足欢喜诶哦。因家己嘛是做爱算东算西。比如讲阮有念迄性教育诶册啊，问伊讲精子是毋是伊拍形诶时阵是毋是会迄落分裂细胞？啊，伊就会讲2变4是变8安尼，伊一直去算哦。就是讲，这就是我是感觉就是日常就会当累积的经验。啊，就是有时间的时阵，咱才甲点一下。其实观念真紧就会通啊安尼。啊，历史的部分啊，其实历史是写甲较大啦，啊，毋过其实就是地理啊，是台湾本土的故事啊、民俗我拢算在内底安尼。我感觉就是蒋教授迄台湾元气宝典，真好用。啊，搁有迄台湾人台湾史的 podcast， 甲迄落周婉耀教授的咱的台湾咱的历史，嘛会当拢放互囡仔听。啊，我定定会念迄落台湾的绘本的故事，互囡仔听，啊，嘛会就是带因去看戏，啊是参加传统的迄落民俗的活动，啊试过去参观啊，去有的所在看。啊，逐工出门就是看地图，看公车牌有几站，啊遐就是叫啥物名地名。就是其实做侪代志会当讲诶啦。对生活内底拄着诶物件来熟悉咱大诶所在啊。迄落就是自然诶部分啊，阮兜诶囡仔是最爱做科学诶实验啦。即摆囡仔拢家己看迄落网络诶影片，
讲要做啥做啥，嘿啊，阮兜是离学校博物馆是足近的，所以阮定定拢会带囡仔去佚佗，还是参加活动。啊，即摆阮台中的台语中学这边嘛，有妈妈就是会斗相共邀台语的导览，啊，逐礼拜拢有去听，嘿啊，就是学校博物馆本身无即个服务，啊，毋过阮就是甲要求，嘿啊，而且阮阁会协会去甲因鼓励安尼对，所以我感觉就是因对迄个台语态度愈来愈好安尼，就是讲诶嘛较进步，嘿啊，啊，其实阮连我家己都感觉哦，听迄足好诶，学足侪物件诶。啊，就是阮嘛是会带囡仔去进度去田内底佚佗啊，还是去钓鱼仔来食安尼。啊，就是阮兜囡仔是足够刣五过鱼诶，而且伊可以用处理较足清气诶，我都还袂晓刣咧。过来是生活即科阮是我是家己问讲囡仔12岁诶时阵啊，爱有法度家己踮咧厝诶话枵死，我才有法度自由。所以啊。就是一直会训练讲吼，囡仔家己照顾家己啊。因伫咧婴仔诶时阵，我都毋捌甲因饲过饭，我就是拢用比较斗比较方式叫因家己食饭诶。啊，就是阮兜其实我就是因为我平常是拢一个带衫诶，啊，迄落对啊，就是踮咧厝诶款衫长啊，做厝诶代志嘛是有真侪物件爱教，比如讲要安怎落桌布啊，吼，要安怎煮物件啊，系啊，啊，即摆诶囡仔差不多就是即摆会当家己穿早顿啊，嘿，啊，会当用微波炉甲加速炉，系啊，啊，阮逐工出门诶买物件也是坐车，嘛会请囡仔斗相共啊，比如讲最近你教伊扫 QR code，教伊拍字安尼，啊是讲斗六钱啊，是看路吼，希望讲以后大汉家己出门安尼，我都毋免家带安尼，嘿啊，啊。创意咧，创意，嘿，即节课啊，其实就是美术课啊，是音乐课，嘿啊，因为囡仔嘛，嘿啊，细汉囡仔就是逐工踮咧厝诶，拢伫咧围桌啊，是做一寡奇奇怪怪诶物件，哦，这真正是会做甲袂食袂困安尼，嘿，我感觉这是最重要诶代志，因为讲囡仔虽然讲伊袂晓写字，啊，毋过伊会晓用伊诶作品啊，吼，甲因学诶物件拢做出来，嘿啊，用围桌啊，还是做 LEGO 啊。拢有法度甲因做诶物件展出来安尼，嘿啊，阮兜是有，就是敢若仓库共款，有足侪物件会当，足侪材料会当做物件，还互因做东做西安尼。最后一个是运动，伫咧就是武汉肺炎，咧疫情较严重之前啊，阮一礼拜差不多踮咧公园啊超过2、4点钟。逐工下晡去啊，若是算无到10点半，我都转厝。囡仔就是算甲足忝诶，大人搁较忝，啊，毋过囡仔是愈操愈勇安尼。因去公园啊，其实就是，这电都是教无熟悉囡仔学华语诶时间咯。啊，我是感觉就是，嘛无法度啊，就是自由诶佚佗啊是最重要诶代志。所以我咱会当，但是毋管是伫咧外口，还是讲伫咧自学团，落共学团内底，咱会当放手互囡仔去冤家相拍吼，连都会互因知影讲，这啥物这是文明人处理代志的方式，哎啊，就是爱互因有这个机会啊，当然毋是讲互因拍甲老血老弟安尼啦，但是就是爱大人的心中爱较大粒的。吼我想要讲一下我的自学报告差不多是写安尼，因为拢是用华语写的，所以我就无甲谱起来安尼，实际状况啊，其实阮拢无咧教，逐工拢一直佚佗，无人旁头教较静态诶物件，就算讲阮迄落课表已经写甲足烂啊，毋过根本就无法度招囡仔来上课，就干那会当等啊，等因想要上诶阵啊，迄落其实咱爱相信讲囡仔伊有才调用家己诶方式去面对伊学习诶代志啊，伊若是准备好啊，伊要学就会足兴诶哦，足紧佫学甲足痟诶哦，亲像阮即摆才伫咧开始学罗马字，伊逐工拢伫咧细细念讲，这字是要安怎读啊？要安怎拼起来啊？吼，一年前啊，要叫伊学，伊佫甲我起屁面。阮即一年嘛有试上一寡课啦，目前就是拄则讲诶，逐礼拜迄落学校博物馆诶台语导览，甲下晡台语诶囡仔伴佚佗是上固定诶代志。就是自学啊会较困扰诶，就是讲吼找无伴，就是因为共款年纪囡仔拢去上课啊，阮共学诶囡仔是
较细汉啦，嘿啊，要找囡仔的好朋友，也是要去佚佗，就是伊有一寡朋友伫咧城镇是台北，就爱特别去招安尼，而且因逐家就是嘛是教你教面，嘿啊，啊我是有感觉着讲吼，咱自学会当接触到的囡仔拢是有见过的，嘿啊，就是感觉接触的人会较单纯安尼啦，嘿啊，毋过就是我嘛袂讲，囡仔嘛无可能因为安尼就无适应社会啊，因为囡仔若是伤适应这个中华民国的社会，我真都会烦恼。哎呀，等因较大汉的时阵，因会当家己出门拍拍走的时阵啊，其实自下囡仔面对的人，都毋若是共年岁伴嘿，到时阵可能会有其他的烦恼安尼。啊，因为阮即摆家己站就是无即个困扰，嘿啊，就是我想要讲一个阮旧顶学期嘿。有访视，有访去着抽着访视安尼，诶，这就是因为无一定会抽着，啊，毋过阮就是拄好安尼，就是要报告囡仔的学习状况去互委员看，啊，虽然讲吼，阮就是无咧教，啊，毋过因为阮逐工拢咧佚佗，其实有足侪相片互我看，结果咧拄着的委员咧，竟然讲，啊你每一个囡仔，逐个拢嘛是去学校用华语上课啊，恁闽南语踮咧厝诶都学就好啊，根本都无理解阮自学诶理由啊，伊阁建议阮来转学哦，对啊，啊毋过就是伊敢若嘛无写啥物啊，伊就是敢若有建议阮转学尔啦，系啊，因为其实就是伊虽然来评审，啊毋过其实伊无法度甲阮斗相共，无迄个辅导诶机制。而且更加无法度提供台语的资源，哎呀，伊阁讲哦，学校有迄个闽南语的课程啊，你会当叫囡仔去做小老师啊，我学是根本就含的，哎呀，啊毋过就是因为阮就是搬厝啊，本来就是有考因为阮搬到台中来嘛，哎呀，本来就有考虑要刷户籍啊，刷户口啊，啊伊就是囡仔嘛有讲哦，会当去学校试看觅啊，伊就是进前去台北就有去3工，伊感觉足爽。啊，就是阮就真正转学啊，就是即学期就是有报着囡仔有介意的社团，就算插角安尼，伊就就是阮就是感觉哦，总算有用着公家的资源安尼，啊，就是我即摆要讲就是阮就是即一年过后，因为阮阁有一年嘛，阮有做一寡调整，就是讲以后啦，若是囡仔伊无主动讲伊要去学校，阮就是会继续申请自学，因为就是阮伫咧台中的升学的环境嘛是讲较流行超前进度，尤其即摆就是台中4年的囡仔就会开始拼私立中学，毋过就是阮就是感觉安尼去学校敢若无缀咧拼，敢若怪怪安尼，毋过阮就是像我拄仔有讲过，阮嘛是会去学校参加社团啊，还是看啥物活动啊，加减知影别人伫咧创啥物啊，无就是逐工踮咧厝诶，其实嘛感觉弟弟妹妹冤家安尼，即摆囡仔伊有家己讲要上日语课，也是去迄落阮台中有一个台湾历史诶行读课，阁有伊讲有介意迄落关怀基金会活动，伊就是伫咧中华，伊活动拢是全台语诶哦，平常时其实阮台语共学诶活动其实嘛直接出去耍诶，我感觉安尼其实我嘛忝嘛，我感觉安尼就有够啊啦，即3个月因为武汉肺炎诶缘故啦，阮逐工就是拢甲囡仔关伫咧厝诶，阮电脑有开始上课本诶哦，就是有上罗马尼也是汉字甲数学课可能是因为阮兜诶囡仔是年尾仔囝，就是伊是8月底诶囡仔，所以就是伊可能等于迄届上尾嘛，所以伊即摆才准备好，伊开始想要学物件，伊即摆较有法度记。即摆来甲伊上课本来代志都感觉有较顺利安尼，迄落我就是写自学报告诶时阵嘛有写着迄教学诶目标，算是讲咱家己咱诶期望甲囡仔讲，因为写报告诶时阵我嘛会甲伊讨论虽然伊无啥要插我，就是
囡仔家己设定要学啥物啊，咱遮随时甲调整啊。若是讲伊要去学校嘛会使啊，还是讲要去创啥物，阮就是家己饲啊，嘿啊，非得讲吼，就算讲是你去学校的囡仔，就算讲有照进度伫咧上课的囡仔，嘛有可能都爬袂着啊，阮就是袂讲要求讲一定爱有啥物进度啊，嘿啊，因为我是感觉咱是爱甲囡仔斗3工去学习，嘿啊，毋是讲爱因照咱的设计安尼行，嘿啊，因为我感觉咱伫咧提供住校的环境的时阵啊，已经控制足侪物件啊，嘿啊，咱比如讲我控制全台语的环境安尼，互因嘿，毋过因都有法度找着伫咧公园啊，找着华语的伴咧，嘿，嘿啊，我是袂讲烦恼讲因，当时要学物件，是要安怎学物件，嘿，这我感觉这是无法度要求因安尼，嘿，就是其实嘛。毋免烦恼讲囡仔无读册，安怎是找无头路啊？其实我感觉住校的囡仔，因逐工踮咧厝诶啊，拢伫咧想要创啥，尤其是即马资讯爆炸诶时代啊，我感觉无啥物代志一定爱伫咧教室内底才会当学着。电脑就是有足侪物件是咱较早无诶，因就是比阮较厉害。比如讲伊最近伫咧算啥物 Loglas， 是那是一个电动诶边台吧。敢若会当家己做电动，这我都完全毋知影，毋过因家己去研究安尼，就是先仔啦，歹势，咱讲到10点半，好无？好，我特别讲完吼，即个疫情安尼啊，就是我感觉就是毋免去人嘛是袂歹，阮感觉线顶考嘛是足好算诶，算是超前部署安尼，好，我讲最后一段。我是感觉伫咧体制学校啊，就亲像敢若伫咧外国留学共款啊，咱伫家己诶土地，结果爱用外国话学物件，一个足好笑诶。我知影华语诶资源是足侪，毋过就是，而且阮兜诶囡仔开始有法度用华语来吸收，毋过咱嘛是爱继续拼台语诶空间出来啊，甲会晓讲台语诶老师拢招出来，因为后壁可有2个囡仔用会着啊，好，安尼阮兜诶住校诶状况就是安尼，多谢大家。多谢先仔啦。咱台语要家己自学，真正是足无简单的一件代志。好，续落来，咱请第2位的来宾陈英如来甲咱分享。英如，咱等下讲到10点50分。陈英如无听到你的声。好，过来，请你过来，大家有看到我传起你的 PPT 无？有看到。好，安尼我再来讲吼。正遐这2位友姊暗，咱古早的讲，要困哦，来下陈英柔，应来含大家讲我自学台。是安那会来行即条路咧？阮听袂到恁诶。无声是毋是？无听到。无音乐听袂到是毋是？有听到人讲话，有放音乐去，无听到音乐诶声。哦，好。正如我甲你讲吼，你要分享诶时阵吼，你伫遐搭有一个物件，你有3个选择，你也有声，你爱选上下骹迄一个叫做 video 甲迄个 motion 诶款，你爱选迄样，你诶声较会走出来。要分享你电脑诶声音，因为伊会声音袂输出，伊会问你讲，你是干那要分享你讲话诶声，还是你嘛要分享你电脑本身放出来诶声音？是毋是迄个秀曼姐，你是咧甲伊讲，其实伊爱教伊也要同意分享伊电脑诶。无，伊爱改做 video mode，伊诶声音较会走出来。你会使
我毋知影你敢是一个 file，你若准是一个 file，你会使囥伫 chat room，我会使 download，我对遮甲你分享嘛会使。但是你会使先讲嘛，无要紧，嘿。目前即个主讲人伊的档案也无伫个迄个播放的程式内底，伊即马是伫咧编辑，所以无法度听到伊的声。播放台语可能会使讲播送、播送、播送、放送啊，播送。应该爱讲放送，伊即马还伫咧编辑内底，还袂放送伊即个伊的迄个 PPT。迄个你上倒边下骹遐啊，有3粒对无？你即马伫上倒边1粒，你若第3粒来试落，是毋是就会当报送？上倒边下骹遐3粒其中上正边迄粒，嘿，安尼就是毋是安尼？无听到声音动的声音。你麦克无开？伊音动的声音嘛是排了真细声。毋过因如的麦克甲拄仔无开啊。安尼大家敢听会着声？听到音声无音音乐，动的声，无音乐声，所以是敢若我讲话声。啊无你是你你要传怎伫遮讲好啦？好，安尼歹势着大家听袂着我备办互大家听音乐好。啊，遮个就是我煞来要按算卡着的题头。定论大先讲，若通5万，搁再行落。因为阮掠台语文做要紧，也着按人话、按俗语，按俗语就是台语吼。头写阮毋愿放，这是我尽看是基本能力安尼。好，因短起理，是安那要行即条路？阮兜学龄囡仔将是有2个，一个6年啊，一个3年啊。通讲阮自学到打5档，遮原底要放3尾的歌，所以就难过。我做小姐是捌听安静客委会主委杨长珍讲，害我母语运动。伊到尾就讲着，是安那几个老爷，因后生着别伫学校，是安那袂当领受客语传讲的教育。我迄时袂想讲，这太有可能。我等倒是讲，对呢，即步会用去行呢。即部《纽约时报》做的纪录片，内容若有趣味呢，通上网找来看。就号做一位博巴求公义的路途。博巴是西藏人，也是讲吐蕃人的自称，安尼叫家己啦吼。即部是有华语文字幕版本。
恁反正听袂着伊讲话，啊，就看字无，真歹势。啊，其实伊是一个步巴，啊，伊讲因的普通话。好，达西王族，这两个拢是伊的名吼。达西伊就讲哦，伊家己的族语文就是藏文是伊兄哥教的，将是伊汉文写了比藏文搁较熟手。伊应用理会家己族语文的能力，的本事，直直倒退路。啊，你敢有听着伊，敢一直讲足惊足惊？按华文嘛写到，咱的读写真够读写，就是学校久长操练来，按大汉啊，惯势啊，就真好改，真正白铁，因为着拍破家己胃头自我操练。啊，我通为阮兜台语囡仔做的，着三盘去做读写惯势。所以，正我要讲掠台语文做主体，就是选择这条路。好，我嘛捌想讲整自学团啊，想整学校啊，想整台词数班，就是台语思想数学班。不离个这是，遮拢都大工事，我无答无煞。这空思梦想怎啊无成？敢若有才调家己带囝好早起行。古一人财力有限，无通逐项做甲照到，敢若凡事尽心意。老母心空间是真要紧。一年啊，大声学台语罗马字，阮无走大声，是听候学龄才来学。阮是学白话字，台语原仔会通。即个囡仔学英语文，着为 phonics 着手。phonics 台语号做声音学，即套台语文口来应用真拄好。那英语不时的有聊啊，台语颠倒定着。俺通赞字母含声夹，我无甲囡仔讲，这 A 和啊，因为若属伫台语，人这着啊，咱掠德语做咧，因是吼 A B C D E F G Y， 一直念落，所以就是 A B C D 安尼。所以我遮下骹有顶头是初入门哦，即套叫做小少来学白话字。你有阅读本，就是互伊的误导的空间。这 phonics 声音学下伫咱台语罗马字会当安怎？伊的形象甲迄个含声夹的喙伊笑呜奔风呼，我咧叫你乌粗一点乌，蚵光骨。剩诶，大家会当继续想啊吼，这简单讲。煞来这原底是华语囡仔诗，恁敢还会记哩？这谁写诶呢？这是杨焕写诶《热人诶暗暝》吼，这嘛是主编靠在啦吼。设施是整好后呢，字词就会较标准化。咱
若自发咧，咱就通甲咱的古早话传落去啊。像这 Tadpole's Promise。Tadpole 台语讲法，这网络讨论啊，Q 咧，正30款有呢。阮母也讲，我都无爱啊，我怎啊写互阮后生读。啊，边仔这是 Worm loves worm。台语古早，咱会讲疼，讲惜。啊，搁一项物不是有侪名号，怎来甲写做？就滚疼就稳，就稳惜就滚。这就是阮的数学教材，我采用数学想想。若是碰着讲这内底教材内容写，碰着讲这是华语趣味着，你若毋是甲人过，咱就来甲改做。可比讲咱讲着倒手、正手，你若掠呆落做号头啦。倒手通写大写倒，正手甲写大写倒挂小写小数囡仔惯势是用正手，咱就甲讲正手英语会酸，怎对一号酸，安尼来互伊联想。所以就是简单看过吼，这是5年顶学期人捌按台湾，这是讲经费、说经费，可能留仔早点吼，大家若是初初看着汉字，恁会读啥？这共款是经费。这是共款是5年的教材，这是数学，数倍数讲倍数，上少讲倍数。这边是环境生态课，讲到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顶头遐呢，就是为学校老师本的学习单啦。也是补充教材，也是讲阮家己有咧用的数学想想课本来翻译的。数学一课一课我家己会教了啊，剩的就是通讲是约袂赴翻译啦，干那咱真按心意来做。再来我要讲试炼和挑战。既若拄着试炼甲挑战，我拢会想，自我就会想讲，这是咧问我，你敢有决意要行落？无？你有决意要行落无？为着数学赢对老师讲，我要互囝学华语汉字是汉字不易啊，我就去做赢对的助教，去报名师培，师资认证嘛甲考过。正大实验教育中心要办师培，我这看头毛嘛想讲去甲报看卖咧。当互因老爸问讲，正大去学校，你要安怎互家长信服？这是有竞争力的。正大教授陈英正爱我甲伊讲的一句话，现场翻做台语，佮唱一块台语歌。种种事项你不平反不平啊！你学龄教育即块，读台语文起草的较歹，目屎七七的，喙齿紧夹咧，继续向前跑走。我知，爱要安那，着爱含时势拼。做偌济算偌济，囡仔足紧就大汉，加减拼凡事较无遗憾。这是一寡试炼和挑战。话语、言语、华语化。话语咱古早话语就是我介意话语袂通，就是 language。歹过
会搞字，歹人搞言语，就是 words， 伊讲出来话吼。当然，大家尽拢讲语言，语言，啊，这是超吹。古早人讲的，因的开口，佫有当着啥呢？款袂赴因塔是袂赴市啦。咱是敢若是，遮侪资讯直直来，吼。This one 啊，就是讲， ready to dress for me? Yeah. And 考试含人袂比平质， the 啊，先来爱有晓悟，就是讲考试会考输人。毋过呢，到呾我较敢甲老师讲，阮无通含人考试比拼嘿。啊，咱嘛会通问家己啊。还蛮读华语文，还蛮考试，做人敢着较无价值。好，上尾面吼，行即条苦甘的路，就是按着严硬，按着在胆。前一阵仔呢，初次自海台语妈妈又甲我讲起吼，伫面册看着人带囝过来遐好势，伊操烦囡仔袂得出脱无够种在。我怎样写即个吼？有时目屎沉落土，枕头本是较慢步，等正引擎来甲补，顶斗百面行有路。原底是要放苏敏唱的《甲比萨瓦斯》即个歌大家会当去找看嘛。伊内底伊唱的就是讲天得要暗，你敢还伫听候？心伫痛痛，你敢点点承受？阵生命行往前，定着看有头前有路。若阵生命往前行，不管歹的、好的，都有伊价值。毋好气煞，生命袂回头来。以上报告，多谢大家。多谢英柔的分享哦。我拄则听着，就是华语的资源足济，有当时嘛足兴盛的，咱嘛是坚持行咱家己的路，做伙打拼。煞落来第三位，咱请王秘书来甲咱分享。好，大家晚安吼，因为时间真暗所以我真简单来讲，原则上，阮的自学的申请是今年才通过的，所以阮真正开始小学的自学的即个部分是对即个月才开始。也毋过自学即条路，阮决定其实是对伊出世的时阵就开始啊。也就是阮伫加拿大咧读册留学的时阵，迄当阵阮有即个决定。所以我来看讲，互阮决定讲要做即个代志，其实甲阮的即个阿公阿嬷是有关系的，甲阿女的阿公阿嬷是有关系。刚才的对。请问大家敢有听到影片的声？
为啥啦？因为恁拢无转迄个 video mode，恁咧秀的时阵，你爱转 video mode，就会较大声。阮好不要紧，安尼我就继续讲落去。即个影片是阿公阿嬷甲即个阿哥伫阮伫个足远的所在的时阵，甲阮请安。啊，伫即个影片内底，后来阿公阿嬷就有讲，会记得甲阿女讲台语，互伊以后转来会当甲阮讲话。本来我其实无遐尔啊坚持爱讲台语，但毋过因为阿公阿嬷有即个请求。所以就开始想讲，安尼就爱开始来教伊台语文的即个部分。所以伫加拿大的时阵，阮就去参加台湾人的教会，渴望会当为阿女创造一个即个台语文的即个环境。所以伫伊伫遐，其实伊的第一个字妈妈阿女即个台语文是伫加拿大讲的。虽然伫加拿大有真侪迄种家庭支持的资源，是互囡仔会当去使用的。不过遐个资源原则上拢是用英语咧做操作。因为阮已经决定要互伊诚做台语的使用母语的使用者，所以阮其实某一种程度，阮无去使用遐个英语的即种即个顾囝的资源吼。所以真感谢我的先生，伊就是一直拢甲阿女来陪伴，甲伊佚佗。原则上我就是日试的时阵去读册，转来的时阵才甲我的囡仔来交陪感情。迄当阵阮做的代志就是看故事册，也毋过伫加拿大迄个故事册拢是英语的，我竟然找着英语，所以一开始我就将伊翻译做真袂认得的台语吼。因为我是一直到我32岁之前，我拢伫台北大汉，而且我伫遐伫台北我真少咧讲台语吼。反正是来读神学院了后，才开始慢慢甲即个语言捡转来。转来台湾了后呢，差不多就是幼63岁的时阵，我就转来台湾神学院服务。对阮来讲，真趣味伫台南的即个台语环境，反倒无亲像阮伫加拿大会当维持遐尼好势，因为伫加拿大其他语言拢是英语，伊是伫3岁之前，所以伊今仔会当靠爸母，爸母拢讲台语，而且佫去台湾人教会，所以原则上，阿女到3岁之前，伊就是台语的环境，佫会兼听着一寡英语。转来台湾了后，反倒就开始有足侪华语的即种使用的机会，所以迄当阵阮转来了后，阮真来一个真简单的想法，无就去创造。无台语的环境，就去创造台语的环境。因为阮伫加拿大就是安尼，无就去想办法创造出来，无资源就想办法去连接资源。所以阮就开始因为阮住伫个台南神学院内面，隔壁有一个教会公报社。照理讲，教会公报社应该是甲白话字台语的使用有真深的即个历史的关联。所以我就迄当阵去投案，讲要开始伫遐用台语讲故事。即个行动嘛，后来真侪足侪其他的讲台语的人开始就连接，就开始挖过来。所以后来我就毋免阁讲啊，就比我阁较厉害的人来讲互囡仔听。所以伊伫个每一个礼拜拜六，伊就开始去听台语的讲故事。也因为迄个讲故事的团体，阮就招着几个就是对台语嘛真有心嘛，渴望家己会当成做台语家庭的家庭。阮就开始有即个共学的部分。即个共学的部分一开始是伫阮兜来做即个共学，就是基本上就是用一个概念，所有活动拢用台语来进行。若是会使，就是真自然的来讲台语。才有一点仔相片是阮咧共学的一寡情形，譬如讲伫个遮，阮就来佚佗。因为伫台南神学院，所以阮有算即个家规吼，就是用小苏打来互伊会当碰起来吼，来算家规。后来我嘛有去家己的农市来买物件，甚至捌伫即个台南神学院内底来认捌校园有倒一寡的食物。
也因为有即款操作即个共学团的基础，当伊要来去小学、自学的时阵，阮就面对一个真严肃的挑战，要互伊进入学校的体制，也是讲阮要继续即款的模式。所以阮真感谢新叶这边有提供阮一寡阮咧申请自学的时阵的帮助，嘛，互阮有足侪信心。咱搁坦白讲，行过来真正一路心内拢胆胆，因为面对体制的即个挑战，其实对我家己来讲，挑战上大是对我家己，因为我会足惊讲我的囡仔会对袂着，我的囡仔可能表现毋是遐尔好势。也毋过，这其实自学本身就是不断挑战自我、追求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阮犹原决定就伫一寡朋友，譬如讲已经有咧做自学的遮个朋友的鼓励，阮就开始去申请自学。为着要确定这个自学会当完成，其实阮也有做一寡功课，将阮身躯边的遮个资源做一个确定。原则上，除了共学团以外，阮阁有带伊去教会，去参加即个台语助理学。阮嘛会当真骄傲的讲，即个台语助理学会当食。其实阮翁仔某嘛有一寡的努力，就是讲，阮有推设一个运用教会的点，鼓励一寡教会会当来开办即个台语助理学，所以也就有教会来做即个代志。做即个代志了后，阮就甲阮的囡仔就送过去。所以伫即个中间也是搁一个真基本的想法，就是无资源的时阵，就去连接资源；无即个物件的时阵，想办法甲伊创造出来。伫咧即个宗教教育的所在，阮嘛非常的坚持，因为即个宗教的教育，是一个伫阮的即个家庭生活中间非常的重要。因为即个教会内底，因为阮是长老教会，所以阮有白话字的圣经。所以差不多5岁时阵，阮就开始教阿女来学即个白话字，所以伊即摆会当家己一工就是会使用白话字看一章的即个白话字的圣经。除了鼓励伊会当安尼做，当伊去上即个幼稚园的时阵，其实我有几啊种的即种做法，是互即个白话字的使用，成做一个有效的。譬如讲，我会教我的囡仔写情批，我会写一句话，互阿女讲：你若学会晓白话字，你就知影妈妈写互你甚物。伊就真正去学。你看有字啊？对，伊就看有。后来伊毕业的时阵，新楼幼稚园拢会做迄个毕业的纪念册。伊就甲我讲，伊要写啥物，所以阮的毕业册顶面拢是白话字甲汉字对照的即个做法。老师互我真感动，因为老师咧写伊的兴趣的时阵，原则上嘛是会用汉字甲白话字来对照。也就是讲，伫即个过程中间，阮就有一寡机会去影响别人，别人嘛愿意接受咱的即种表达。最后爱讲的一个代志，甲大家分享的代志，就是自学的即个部分。路即摆阮兜的主要实践其实是票动团队，因为我平常是咧做工课，所以即个实际上的一寡实践的即个细节。其实阮兜是阮的爸爸爸爸才是主要的教育者有一寡物件伊想要来补充，阮嘛爱真感谢地龙宫长老对即个台语助理学的即个支持，互阮毋若是伫咧教会推设，即个代志最后嘛利用着阮家己。虽然开始自学的路才拄啊开始，也毋过嘛望即个种子种落了后，会当愈来愈大丛。最后用2分钟互票动团队来补充。最近我有去高雄，甲林美这因参加平常即个共学团，因为即摆台南的共学团大部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无法度办伫室内。
即摆阮望讲后礼拜当开始伫室外组一个共学团，大家拢会当伫公园内底佚佗，创造一个囡仔平常时会当讲话、用台语来沟通的所在。因为平常时以前啊，落去幼稚园的时阵，拢用华语甲朋友交陪，总是阮爱互伊有台语的伴，互伊知影讲有台语的朋友会当做伙成长、做伙大汉。这我相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安尼，感谢大家。多谢。多谢秘书甲懂。好，咱来分享。囡仔真正足需要咱的台语伴做伙大汉的。好，刷落来，那咱的观众有问题，会当去下底的举手来发问。敢看到一个 3M 举手。无举手，我可能无注意，字无好势，是的。我真感动，今仔日所有发表的人，因讲因自学，甲囡仔自学的即个过程，其实我是真感动。伊确实遐会有问问题。我看者，会有讲请教英语，囡仔敢有学汉字，敢拢无学华语华文。囡仔小学1年到6年，平时若要看册，要安怎找？若是要找网络资料，拢安怎找？也是爱用英语，还是其他的外语？因为感觉用台文写的资料真少。英语，咱请英语来回答一下。阮后生无学华语，无正式学华语汉字。毋过阮大汉的近6年啊，伊就是无介深的文章，伊就读有啦。是安怎咧讲？因为伊后来有较少去学校，离学校真久啊，就读有啊啦。所以我意思讲，咱伫台湾囡仔正经读无华语文，真正是足学的。伊的英语文也袂歹，就是当然较深的，就是搁爱学。就伊家己讲，就是讲伊上爱的学问就是英语文，伊上较无遐尼趣味的就是华语文。恁若是去算迄节数，就是近时6年啊，因一礼拜有6节的华语文课哦，用迄个数学搁加1节哦。所以囡仔伫遐真久啊，袂晓嘛是，要袂晓嘛是，爱真正当作拢无看着才有可能。阮的状况是安尼，正经是无对咧，无是就是无伫厝真正就是无学华语汉字。若是伊真正客汉字来问我就是台语甲伊。多谢。好，多谢英柔的回应。我阁看到 chat 内底有一个燕孙吼，有问题，请教有人要伫咧海外台语囡仔伴找困难的无？敢有啥物建议？海外部分。
敢有人会当倒回应的？海外的朋友。着龙光遐举手，我毋知影敢是龙光遐要回应。啊，我是秀婉，啊，我嘛住伫桃园路，嘛是算海外。啊，我家己的囡仔吼，我感觉因为你若讲，互囡仔讲台语的环境，除了伫厝里，因为阮有去台语教会，啊，台语教会有囡仔伴，啊，因着是拢讲台语，啊，另外着是同乡会，主要是即两个所在。啊，我毋知影其他的所在，其他的人是安怎。啊，我即摆有看到龙光遐举手，伊敢是要回应，还是要问问题？好，咱请龙光兄。好，安尼请龙光兄提问。我想要问迄个德汉美术牧师吼，你迄个伫迄个台语水入学内面来的囡仔吼，大部分是教会内还是教会外啦吼？啊，第二个问题，我想要问讲是，即两位毋是教会内的妈妈。假使讲，若是恁的厝边吼，有一间教会，啊有台语主入学吼，啊恁毋是基督教的人吼，啊你敢会想着讲要甲囡仔送去即间主入学，还是讲，放讲恁啊，还是讲含你有共款背景，但是对教会印象毋是诚好的人，吼，敢会安尼？因为因有台语出入学，啊，要甲囡仔带去教会。你回答。我会当先回答吗？我是秘书，嘿。原则上台语主入学即马有两个教会咧做，一个是家己教会内底的囡仔，另外一个是周末营，所以有诚济大部分其实拢是社区中的囡仔，嘿，所以两个有淡薄仔无共。啊，周末营原则上就是拜六，总是因周末营毋是社区中的囡仔，会伫特别节期。用台语来伫即个，譬如讲圣诞节的时阵来欢喜，吼即个部分是对囡仔来讲无啥物排斥。啊，当然伫即个大人的部分，因为平常周末也斗照顾囡仔吼，所以对教会的即个部分的印象嘛是袂歹啦吼。啊，另外一个教会主要就是教会中间的囡仔，嘿。对啥？好，安尼另外两位来宾，谁要先讲的？我先讲好。迄个无要紧，迄个拉先。哦，无啦，我是讲，就是我之前嘛有找台中的，但是就是无台语的团体安尼，无主力会当去安尼。啊，我就是，毋过我即摆因为因为阮兜的囡仔嘛是足孤单的，所以我嘛是会带伊去看卖啊。啊，但是伊若是愿意搁去，我才会去安尼。而且这是真正是足好的资源，因为至少就是要环境啊、老师啊是迄个叫嘛教材，拢是便便的，我是感觉我会愿意去看卖安尼。好，多谢新拉拉，安尼咱请英如来回答。实际阮有去教会，啊，囡仔伫主日学，老师都是用华语教。嘿，阮伫台北当地的状况是安尼，多谢。好，多谢英如。他们刚个我看到随时会台语写举手。较早缘分问讲海外的部分，毋知影是毋是因为缘分你是伫对一国？因为像阮随师即马囡仔个，阮随师敢若两个台语妈妈，啊因其实嘛无咧学写台文，
所以而且搁因拢互囡仔学共时间学华文安尼，所以凡细啊会当招海外，因为我知影澳洲遮是足侪，是有人甲囡仔因来学妈妈来学台文嘛，坚持甲囡仔讲台语的，有需要逐个人嘛会当做伙招啊，招看要来变啥物安尼。好，多谢咱瑞士第一社阿关。燕芬伊讲伊伫Arizona 吼，亚利桑那伊敢是有要补充，咱敢会当请伊讲？燕芬，你家己？嘿，我即摆伫迄个 Arizona 即边啦，因为即边主要就是较毋是传统像讲纽约啊是 LA 迄种台湾人较侪的所在，所以其实遮有教会，毋过无全台语的教会，有讲华语的教会，无全台语的教会，遮的同乡会较无，就是因为人无介济，所以其实嘛较无法度找着讲，接咧讲台语的人安尼。所以我即摆因为阮囝即摆2岁半，想讲，甲会烦恼讲要安怎找伊的囡仔伴而且美国即摆疫情嘛是甲伊看袂着迄落会当互囡仔迄落去公园啊，还是去迄落，甚至是迄落外面互我开放的空间，就拢也无啥敢互囡仔去和别个囡仔佚佗安尼，所以即摆就是有即摆较烦恼。我敢会当来讲我的情形，我是算阿公啊，我有3个囡仔啦，我有4个孙啦，结果我的大汉后生伊囡仔还袂出世的时阵，就甲阮讲，你莫和阮囝讲英语啦，大汉查囝伊就可能较无即个意识，当然阮3个囡仔台湾话拢诚会讲，可能比台湾的囡仔无输台湾的囡仔啦，所以差不多2冬前，阮开始用 Zoom 用 Zoom 来，因为阮2个新妇拢毋是台语人啦，拢外国人阮囝婿是算做讲台湾人，但是伊嘛会晓一寡台语，但是因厝拢讲华语较济，所以伊的台语是较有限啦，所以阮大先用迄款个林心地林心地的迄个台湾童谣放迄个童谣学歌安尼来遮学几句，进行差不多1冬外，因为逐个感觉讲无用，所以怎停止。无我是感觉讲迄个时间是变做讲是一个家庭的时间诚尔宝贵啦所以假使你若会当讲有家庭内面有几个用迄个看是用啥物教材安尼就差不多1礼拜1点钟还是2礼拜1点钟安尼。我是感觉伫国外伫外国要搁维持台语可能不止困难啦，所以就是讲，就是爱按家庭爱伫家庭，伫台湾可能是无共款啦我是感觉讲，伫台湾若讲要努力因介绍还佫有当一寡共学团会当来用我是一直感觉讲，我拄则听几位即个台语妈妈的分享，我感觉讲，少年感动啦就是讲，
咧自学的中间，迄个过程就是伫遐咧超找无资源就安尼去找资源，无囡仔变安去连结对我来讲，这就是一种福音啦，这就是传福音这就是宣教。我真期待讲，安尼有150年的即个长老教会会当甲即个台语传承的危机甲伊当作是一个宣教的传奇啦因为教会即摆看足侪资源啦场地嘛拢好势好势总是毋知影啦，所以这就是到尾想着这有时会真心痛啦真心酸啦总是变做讲咱有若相信讲这上帝有咧料理啦敢真正拢敢就是安尼台湾人就是拢会较无价值所以有若是爱囥伫祈祷信仰的内面啦好，多谢我讲到遮。我想要请教燕芬甲雪莉，恁两个敢有熟悉？因为恁拢伫美国。燕芬啦无，阮无熟悉。恁会当伫迄个咱迄个敢有入伫30当联谊会迄个 group 内底，你着伫迄个恁要安怎相认？恁着是伫我铺的迄篇，迄个咱今仔日即个活动下骹，恁着当遐留话，着会当相认相招，若要讲咱遮欧洲的即边的，佫有迄个占星老师，你有足侪学生拢伫美国嘛？因有诶嘛有囡仔占星老师，你要讲一下，咱相认一下看会当做伙来做啥物？我的学生有3、4个学生因即马开始已经连结啦因固定时间一礼拜1摆还是2摆，我袂记1摆还2摆。因有囡仔，逐个拢斗阵伫线顶，逐个见面安尼。即个已经做差不多1年的时阵有一个阿金伊伫领导就是有一个人出来call逐个call我来安尼时间就安尼固定逐个真要意这样代志因嘛有开始咧做我有听讲在美国同乡会会长伊即马嘛开始要准备要做这样代志，就是要甲即个台语家庭囡仔全连到阵，互因有做伴的机会安尼。算讲有着手要做这样代志啦美国同乡会已经有这个案，已经开始伫着手准备毋知会当安怎甲会长联络？伊是迄个桂林叫桂林，伊有顿嘛是会入来迄个我会使甲伊的迄个联络的方法互阿关啦伊有时阵伊嘛会来参加咱的线顶联谊会，伊最近较无闲，就是咱后礼拜全美同乡会要办50周年的纪念会，所以伊即礼拜较无闲。不过我是感觉讲恁囡仔要迄个有机会，互囡仔斗阵做伙迄个其实爱分 group 啦。你较细汉的，还是较大汉的，就是讲看几岁到几岁中间，可能是爱分啦，就是爱有人出来领导来分。我想要问颜分我知影你伫 Arizona 嘛，我知影讲迄个台积电要伫遐设厂嘛听伊讲有足侪少年的爸爸就是少年的家庭，拢对台湾去伫遐，所以敢会恁遐渐渐会有较侪台湾人的家庭，佫有较侪细汉囡仔。即摆的状况就是渐渐有，我即摆有伫即边的台湾同乡会有咧斗相共有咧想讲要看用同乡会的力量，甲有想要讲台语的人考起来，毋过抑搁伫足头前的拄仔开始的部分尔。即摆就是因为阮囝即摆打2岁半，所以其实线顶的活动其实
有即仔困难啊，因为大家拢知影囡仔看袂着真人的时阵，甲看电视的迄个反应就无共啊。所以我才会想讲，问看像伫欧洲，可能一个国家就是像台湾安尼，可能一工内面就会当来回，大家拢较量较简单会当约时间。啊，毋过像遮，从若到德州开车就爱可能10点钟以上，啊，迄种因为迄个离伤远吼，变做你要有迄个连接，敢若会当用线顶的方法啊，所以我伫咧想讲，敢有就是大家敢有知影啥物别种台湾人较有法度连接的方法安尼？阮教会有一个囡仔吼，即摆伫迄个Arizona Phoenix遐，你若有熟识，但是伊也无囡仔啦，伊也袂结婚啦。啊，若是正个讲台语，你若有趣味，我会当看有趣味要熟识，讲台语。好啊好啊，感谢感谢。迄是美国生的啦，吼，较袂了生。我是要请教阿关，你敢知影讲？我伫网络有看到讲迄个伦敦吼。伦敦遐有开迄个咧教台语，啊，毋知迄个到尾啊结束啊未？啊，成果啥物款？你是讲互囡仔参加迄个营队吼？迄个迄个啥物人？办了啊？金花老师咧教。嘿。办了啊？啊，到尾讲要招20人，啊，迄个招生的情形敢有？这部分我无啥物了解。我是感伊敢若有当时会临时欠老师，啊，着咧问阮安尼，啊，毋过拢做临时的，才讲也无法度斗相共吓。真正是因即个课程，我毋知因招偌济学生啊，但是我知影介先结束啊，迄个因为伊陈金花老师有介绍伊的学生，最近报名阮 Toronto 的台语文联谊会。所以有2个对英国来报名的，啊，我知影拢是金花老师的学生。啊，我即摆看到吴医师，你敢是有举手？有，轮到我吼。迄个第一吼，缘分兄你的情形吼，我想有一个撇步就是吼，乌西你的丈人丈嘛是你的老爸老母吼，啊，甲乌西来Arizona吼。2、3天就有够，真正，迄囡仔吼，2、3天就迄基础就拢有啊，哦，这是一个撇步啊，啊，恁Arizona天气好嘛，都无带会调啦，哦，啊，你调行甲讲好较好势咧吼。第二吼，今仔日吼，即个真感动吼，我无想着讲啊。做台湾人的老母会遐尼艰苦吼，啊，实在是，讲起来实在是，恁拢咧排历史的十字架啦，吼。毋过吼，我感觉即个自学吼，伫台湾的体制内面吼，除了语言的好处以外吼。要有2个足大的好处。第一吼，就是你会当保留迄个细汉囡仔吼，真宝贵的即个想象力，啊，甲创造力，吼，即普通来伫体制内教育吼，拢会渐渐会向压制去，这是一个足大的好处。啊，佫一个足大的好处就是讲吼，我看逐个方法拢是讲会看囡仔看父母的样，就是讲吼，迄个伊无一定爱吸收真死板的知识，但是吼，伊为即个实际即个自学的过程，有学着讲要安怎来找知识即个方法，吼，所以即
这两个就是足大的好处啦。除了语言母语的这个传承以外，哎，足大的好处啦。多谢多谢。多谢陈瑞老师。我阁看到另外一位何庭野手。我是想要请教第三位家长，就是讲，除了主日学以外，敢是有做其他的代志？因为我听到主日学，就是感觉应该毋是干那主日学尔，应该是主日学干那是一天我的认知。另外，就是想要问冬季来讲是有啥物计划？多谢。多谢。嘿，确实主日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阮除了主日学，头摆有讲到，公报社的讲故事，过来就是共学的团体。共学团体其实毋若一团，阮有家己开设一团，搁去参加另外2团，所以有淡薄仔就是爱开会心神去敲揣甲连接社区中的资源安尼，嘿，过来就是阮嘛有咧想一个代志，就是讲，最近毋知当讲无，就是一寡较有咧想的，一寡同工有咧想讲，是毋是爱去开办迄个台语的幼稚园啊？就是心愈来愈大，梦愈来愈大。拢是对真孤单家己的家庭开始，连接了后开始有即个梦想，也毋过即摆即个物件搁伫咧了解的中间，其实无一定会成，就亲像咱的即个朋友所讲的，确实是需要去创造一寡物件，愈做会愈感觉即个资源的部分会当去做搁较济的连接。其实阮嘛有咧想讲。头摆有讲到一个托物的问题，含物件，因为囡仔愈来愈大，无可能搁互伊一直看故事册，伊需要搁较深，搁较重要的托物，甚至是伊嘛需要影片，伊嘛需要音乐，各种的即种美丽的即种需求，所以即个部分就变成说，阮需要较济去敲揣安尼，嘿，多谢。多谢。多谢秘书的回应。敢有人有问题？请问今仔日咱的3位来宾，敢阁有想要补充的，要甲大家分享的？阁有人举手哦，我看到阿关甲洪丁老师。要放落啊？我先请洪丁老师。好，安尼我来分享，大家好。就是我叫是台语，就到阮囝即代啊。我2个囡仔，大汉的即摆咧要读研究所啊，细汉咧读大学2年啊。阮以前甲伊讲台语，拢甲因讲吼，恁的使命就是做台语历史博物馆的馆长甲副馆长。所以其实我感觉讲。即马即个状况，比阮迄个1990年代开始囡仔生出来了，想要教伊讲台语吼，其实好真侪。所以比如讲，恁今仔日烦恼的吼，拢已经是超过阮迄时阵的孝想啊。所以我感觉就是，来讲，我感觉讲安尼已经真好啊。毋过咱会使搁想讲，互伊搁较好，吼，所以嘛，毋免失志，只是讲咱若有气力会当即迄个大家同齐过来拍拼。无阮迄个年代吼，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阵拢是家己拍拼。我其实讲较白真简单啦吼，阮哪会讲台语，阮阿母甲我教啊。阮阿爸伊自细汉就，阮就是会着讲啦。所以讲，其实我的台语毋是，我的台语会讲甲听，毋是伫迄个国民党正规的教育体系内底教。所以共款嘛，因为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认为讲，阮囝只要阮好好甲教伊的台语就无问题。听甲讲，佮加在讲，因为阮是有咧吸收台语的一寡知识，佮参加一寡活动，
所以阮知影资源伫倒位，阮家己去找资源来教阮的囡仔。阮有意识到一寡教学的理念，因为我家己本身嘛是有受过教育学程，所以我会知影教学伊可能会拄着啥物。所以阮囝若是伊咧甲我对话的时阵，伊慢慢大汉，伊若某一个词伊无法度用台语讲的时阵，我就会知影讲这是伊的心事，伊毋知影。所以其实阮建立的模式真简单，自因细汉阮两个囡仔拢是安尼，伊只要我拢甲伊讲台语。伊只要开始讲话南华语的时阵我的动作就是讲，伊讲妈妈今仔日迄个有去福利社安怎，我就会讲今仔日去福利社。阮囝就会讲嘿，妈妈我今仔日去福利社。伊知影，因为阮的模式本来一开始我拢会讲，搁对我讲一届。后来阮囝知影，甚至到即摆也搁会安尼哦。我读大学啊，阮老师伊。就是讲，我咧甲伊讲话，伊只要发现讲，我只要发现伊无法度完全用台语讲，我就会搁用台语搁讲一届。我会等伊搁讲一届，伊嘛知影我咧等伊，所以伊就会搁讲一届纯台语的。了后，阮搁继续落去阮的对话。这是阮自细汉建立的一个形式。所以有当时我感觉，伊介心实的，就是阮两个囡仔，伊拢袂感觉讲，妈妈你啊讨厌。因为我搁有一个意识。甲囡仔讲台语的时候，一定是我较温柔的时阵。我若要骂囡仔，会使用华语骂，骂囡仔无好。毋过我有意识着讲，因为我囡仔伫成功大学迄个走去历史系听日文课，阮日文的老师陈梅庆老师，伊教日文的，伊讲伊教日文只有一个大原则，就是互伊的学生教伊日文。伊讲伊的学生只要若教伊日文即个语言。离开伊嘛会继续学习。伊若是教了，互伊的学生讨厌日文啊，等到即个课结束，伊的学生就无爱学日文啊，安尼伊就是罪人啊。我感觉我有听到即个老师即个分享，我认为这有影响到我。迄时我拄好伫成功大学咧读大学部的时阵，家己台语家己捡转来学。我伫大学的时阵才开始去学台语安怎写，先安怎写，了后才去读。所以讲，我认为讲。只要咱的态度是正面正确的，咱甲囡仔保持一种欢喜的心态。所以其实阮囝其实我家己感觉，我讲台语，我有一种怀念我的阿爸阿母，因为拢无伫啊嘛，拢去天顶啊。所以我相信有一天阮囝，是讲伊伫他乡，伊若听到即个语言，伊一定会感觉讲特别怀念，因为伊阿爸阿母拢甲伊讲台语嘛。所以我认为讲这是一种亲情，所以是大人就是讲，金华谦教授伊嘛一直咧强调讲，家庭若是无做好，等到送到去学校，迄1点钟拢无够，迄无到1点钟40分钟。甚至阮囝伫国小的时阵，阮两个囡仔拢有反映，因学校的台语老师佫讲毋对，阮老师佫足故意的，伊讲阮台中教大学的学生去因学校实习，台语拢讲甲哩哩啦啦，教无好。阮老师甲讲，伊无甲老师讲，伊讲毋对，伊认为讲安尼老师会歹势。但是阮囝听有老师讲毋对哦，所以讲我感觉讲就是继续。所以像阮囝伊即摆读大学嘛，伊学音乐，伊拢会甲我分享伊的音乐啊，伊拢用台语讲。同款伊若是有一个语词毋知影要安怎台语讲，阮就会研究，我即台语安怎讲较好。所以讲我感觉讲，其实我有当时嘛袂讲用勉强，我会家己期待讲若是以后你会当讲用台语来上课，用台语来讲音乐啊，用台语安尼一定足好的。所以我就是会有即种小小的，互伊了解讲，我有即个期待。所以讲我认为讲咱就是。有偌济做偌济，会当靠搁较侪人搁较好。毋过呢，即摆已经比即个1980年代、1990甚至2000年的时候加好真侪啊！整个大环境其实进步真侪。咱继续拍拼，我相信即个会愈来愈好。多谢大家。好，多谢洪丁老师的分享，真正是感谢各位前辈伫咧阮的头前安尼。互阮拄侪资源会当利用。好，即摆已经时间是台湾时间的11点37分啊。阮就讲搁撑到11点40分，咱就结束。我看到 Jenny 举手，
Jenny，大家好，我想要就是头拄仔有听林长老，啊，搁有听陈瑞老师有在讲吼，就是讲台语的即个问题啊，教囡仔的问题。我想要请教，就是讲，即摆有咧教囡仔讲台语的爸爸甲妈妈啦，吼，就是讲，是啥物款的情形之下，你想要教你的囡仔讲台语？还是甚至讲要互伊学台文，恁的出发点是啥物？恁的目的是啥物？就是讲，系啊，就是伫咧外国，吼啊，也是不管是伫咧外国，是伫咧台湾，啊，恁是安怎想要教你的囡仔坚持讲台语，啊，甲互伊学台文？恁的目的是啥物？嘿，大家当去思考啦。啊，对我来讲，我会当回答即个问题。因为语言伊就是一个族群，啊，对家己国家认同上基本的物件，吼。因为比如讲，我伫咧苏格兰，啊，阮苏格兰伫咧400年前去互英格兰人掠讲，吼，啊，到尾到即马1999年的时阵，较有家己的议会，阮第一件代志就是做啥物代志呢？就是甲阮的语言找转来。所以，阮对迄个时阵开始，阮第一件就是恢复所有的学校教加力、教苏格兰语，吼，啊，互遮个囡仔了解讲，其实阮是有家己的语言，阮的语言毋是 English，OK？吼，啊，即马渐渐啊来呢，就知影讲哦，其实有真济的用词啦，也是讲真济的迄个。传统的文化其实拢是无共款，拢是对语言来的，嘿。所以渐渐啊变做讲，阮即马苏格兰已经有全部拢是苏格兰语的学校，吼，啊，一直到大学拢是会用用苏格兰语去考试，嘿，安尼。啊，到大学其实就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society， 所以讲因就是全部拢用语，这是袂要紧，但是。嘛是会用苏格兰语，这就是所以讲，我伫咧海外，也是讲我伫咧，我就是坚持教我家己的囡仔讲我的母语，啊，我的母语就是台语，安尼，啊，所以我是因为即个出发点啦，吼，所以因为是即个出发点，所以讲我教囡仔咧讲台语时阵，我会去强调我是台湾人，吼啊，台湾甲外国。啊，甲中国、甲华语，即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安尼啊，诚做一个台湾人，有伊快乐，啊嘛有伊辛苦的一面。因为这伫咧海外，足侪坚持要做台湾人的人，应该拢真了解我咧讲啥物啦，吼。嘿，啊，所以，啊，我的囡仔一半是苏格兰人，啊，一半是台湾人，啊，所以因真辛苦啦，嘿。啊！但是我爱互我囡仔了解讲，你毋免辛苦，因为其实这就是家己就是安尼嘛。啊，会当坚持做家己，啊，坚持家己的文化，啊，认捌家己的文化是一件足骄傲的代志，安尼。所以到即马，阮的囡仔去到学校，吼，啊，到遮个外国囡仔咧讲话时，有个人会问讲，啊，你妈妈是倒位人？伊就讲我是台湾人啊。啊，你敢会晓讲 Taiwanese？ 会啊。嘿，啊，台湾语是敢会晓写会啊，安尼，这是我我家己的分享啦，吼，啊，大家会当参考，嘿，安尼多谢。多谢 Jenny 的分享吼。吴医师可能要回应吼，我有看到吴医师举手要回应。安尼请当然。呀，Jenny， 你的囡仔吼，比一般在地遐囡仔加定倍资产嘛吼，台湾的资产到特殊时段。啊，回答你的，我用我家己的经验来讲，我的囡仔安怎学着台语啦吼，因拢伫加拿大出世的吼，啊，我的牵手是台中的人吼，所以阮真自然伫厝内拢讲台语吼，啊。所以囡仔大汉了就
台语就拢会晓听会晓讲吼。啊，我想即个成功的原因吼，就是伫加拿大会当成功原因，就是讲伊无即个真恶性的华语的压力。虽然有英语的压力，但是英语的压力无像华语的压力遐尔恶性啊，所以伊到当拢甲保持咧啊，因两个拢捌转去台湾暑假一个月2个月去教英文啊，迄个中间因真紧就学着中文，啊，搁学着因的台文嘛，搁台语啦中文甲台语加真进步啊，但是因到当台语拢也留掉咧这是我的囡仔的经验啦多谢。即马台湾时间是11:43啊。我看红顶老师搁有举手，无啊吼。安尼咱的会议就到遮，若是想要搁留落来开讲的，会当留落来。好。多谢蒙丁嘿。我想要问者，我定有一个困扰，到底安怎才是甲手放落来咧？比如讲，我伫边仔伊遐是手拍车啊时阵，伊走出啥物甲手放落手，放下手啊？到底我即摆是？